既然你今日说起太子之事，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。玉儿只希望国本归一，其他不敢妄言。你不妨只当眼前是林家老伯，直言不讳好了。当儿是寡人唯一嫡子，勇猛果敢，立可拔山，是开拓疆土的难得人才。所以前些年，寡人一直视当儿为秦国未来的储君。但随着他渐渐长大，寡人看出他勇猛果敢，只不过是抱虎平和、匹夫之勇。王者须胸怀天下，威而不猛，有勇而无谋，有败国之威。大王若以为公子当不妥，那谁人更让大王中意？公子华年长，心思缜密，军功显赫，但魏国的势力曾对他有所企图，加之他还有个不争气的娘亲，难免束缚手脚。剩下的就是继儿。继儿天资聪颖，良知良能，是寡人心头最爱。大王可愿听月儿一言？说吧。在月儿看来，公子当和公子华虽都璞玉有瑕，但继儿却是最不宜继立之人。为什么？继儿年幼，天性未定，聪明伶俐是好，但若一日变得过于算计，也会因计谋过度而失德。当年大王看好公子当果敢，可旧日果敢不也变成了今日鲁莽？何况继儿因年幼，大王格外宠爱，性情柔弱仁厚，事事又依赖于我，聪明但缺少决断。江山社稷确实要一个更有决断的人来做主。这是你真心话？你真不愿继儿成为一国之君？作为母亲，我希望孩儿既不辜负大王之望，又能一生平安无恙。若勉为其难做一国之君，万一有差池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虽然继儿不堪国君重任，但仍可尽其所能，守护大秦社稷江山，造福一方黎民百姓。好，那依你之见，何人更为适宜？若以长远计，公子华更为合适。公子华曾为先王后抚养，借先王后之势，是众朝臣心中的储君，一文一武，德才兼备。更因公子华业已成年，心性已定，虽然魏国势力曾想左右他，但若能精心挑选贤臣辅佐，定能成其大业。可是，在寡人眼中，继儿还是最好。只怕大王是爱屋及乌吧？后宫女子，若换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定会为了这太子之位，拼得头破血流。月儿没有大王想的那样清高，只因把太子之位看得太重，所以才战战兢兢。如此，寡人需要再思量一番。此事的确要由大王悉心斟酌，但朝堂喧嚣已久，立太子之事不宜过分拖延。夫人，公子当又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当儿拜见魏夫人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魏夫人，你知道我曾在园子里与贵侄女相遇，公主温婉贤淑，花容月貌，令我一见倾心。
可我上门数次，夫人却不准许我与公主相见，这是为何？公子当，不是我故意要为难你，反倒我想求你放过我和怡儿。怡儿本是来探病的，被你这样3番5次上门来闹，她如何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？王后一心找我的不是，若是让她知道内情，定会大发雷霆。我受委屈倒也罢了，怡儿乃是未嫁之女，若是无端让她受此连累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怡儿，怡儿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了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容她进宫探病，更不该让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抛头露面。公子当，你是王后的嫡子，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请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儿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怡儿，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儿，任何人真心喜欢怡儿，都应该先禀告父母，向我王兄提亲，行6礼，怎可像你这样思乡受受？我只是对怡儿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，就看一眼怡儿，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。唉，公子当，你这样纠缠不休，是陷我于不义呀。王后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愿，定会被看成攻于心计，谋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连怡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岂会轻易伤人名节？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来了，她怎么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请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别怪我了。拜见王后。魏夫人，是你做的好事。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你那个如花似玉的侄女呢？把她叫出来。臣妾愚钝，不知道王后说的是谁。你怎会不知？你弄了个美人进宫，先是勾引大王，然后让荡儿梦寐以求，怎么，敢做却不敢当了？哦，王后说的是怡儿啊。怡儿是受我王兄之托进宫探病的，日日诗书礼乐，足不出户。王后身为一国之母，一举一动都为国之义范，岂可随意玷污我王兄之女的清白？你的侄女若无所图，怎么会赖在宫中这么久都不肯离开？日日足不出户，只怕是在算计着怎么张网捕鱼吧。王后如此猜忌，臣妾无言以辩。我已戳穿了你，既然计穷力竭，何不识相一点，让你的侄女赶紧离宫，免得两下伤了颜面。这么说，我的怡儿跟公子当的确不般配。般配？大儿怎么会跟你的侄女般配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母后，大儿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不在，怎知母后如此蛮横？大儿，哼，难怪魏夫人不肯让怡公主见我。你恶言恶语，让孩儿颜面尽失。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，也羞辱了母后自己。当儿，他们是在用欲擒故纵的伎俩。哼，难道母后也常用手段，看别人都是伎俩？当儿是被人掩了耳目。被谁？怡儿吗？若能被怡儿掩耳目，我情我愿。当儿，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儿？王后息怒，这就怪不得臣妾了。你跟公子当不请自来，臣妾
该对你们说的话都说。臣妾在此恭送王后。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，大约你已经听到了。姑母，这秦宫是待不下去了。这几日你就回魏国见你的父王母后了。姨儿都听姑母的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大王那边没动静，却收了那公子荡的心。姑母不想有意外之喜吗？这些年，姑母的意外太多了，怕了。若是姨儿能帮姑母将东隅桑榆都收入怀中，怎么样？公子荡即将成人，一婚之后或被立为太子，有朝一日成为大王。秦国的社稷一旦落入公子荡的手中，姨儿必定会让公子对姑母言听计从。倘若公子荡未被立为太子，但有了这一层亲眷关系，大王也会对姑母另眼相看。到时候华哥哥想要的东西也会更容易得到些。怡儿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那王后是冤家对头，势如水火。姑母若是通过怡儿将公子荡抓住，难过的不是姑母，是王后。怡儿说的也有些道理啊。荡儿，荡儿，听母后的话，母后所做无一不是为了你好。我又不是3岁小儿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？那魏夫人口蜜腹剑，你不知道她的真面目。母后，别跟我提什么真面目，我见过这后宫女人的种种心计。怡儿是我见过最真性情的女子。你是真的被那个魏国妖女迷了心窍了。荡儿，母后答应你，一定为你在楚国找一个更好的如意佳人。母后省省吧，儿臣喜欢谁那是儿臣的事。夫人，什么事啊？笑得那么高兴？还不是正殿的事。今日公子荡好像为了哪个女子跟王后吵翻了，王后犯了头疼病，把太医和女医治都找去了。结果太医的一番话反而惹恼了王后，气得王后把太医给赶了出去。是啊，公子荡也到了该提亲的年龄了，王后是该替他筹划筹划了。娶亲也是为了太子的位分，只怕王后那边早有筹划。听那边的丫头学话，也难怪，那太医确实迂腐。太医说了什么？王后，您六脉咸迟，应是用心太过，素日积郁，兼心血较弱，心气虚而生火，所以诸邪上扰，引起头痛。宫中女人哪个不是素来郁闷？又有谁能够夜夜睡得香甜？做御医的把这套车轱辘话来回说，都已经说惯了。到了王后那边，自然是要吃瘪了。也不知是哪家贵女让公子荡这般伤心，宁肯跟王后翻脸。啊，就是原来姑姑提起过的那个美人。王后，这是太医另开的调和气血的药，您服用试试吧。这些甜甜苦苦的药汤子，我都喝过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个魏夫人来了。给我撵出去！是。夫人，臣妾魏延拜见王后。
臣妾得知王后与公子荡口诀争执不下，犯了头疾，特地来向王后请罪。荡儿被你蛊惑了心智，害得我们母子不和，你还上门来说风凉话。王后，你可是错怪了臣妾，臣妾是真心来向王后引咎自责的。我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招数。臣妾有些话不方便当着众人言，如果王后允准，没什么不方便说的，有话就说。臣妾是想知道，王后是否有意想让公子荡当太子？荡儿能否当太子，不是你我能定的。王后不必提防我，华儿分封横门君，这太子之位已经与他无缘了。如今我只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助王后一臂之力。公子之中人才济济，储君之事，只有大王一人心中有数。王后依旧口不对心。放眼秦宫，能够跟公子荡争位分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可大王立太子又需要一个妥当的契机。我不知魏夫人想说什么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公子荡的婚事若能尽快谈妥，那么立太子之事也将成为大王的当务之急。臣妾知道，王后对公子荡的婚事早有安排，可是公子荡却对怡儿一见钟情。这事儿不仅让王后觉得棘手，臣妾也觉得为难。何不说你是正中下怀？不管王后是否误会臣妾，臣妾都以为逆水行船不如顺水推舟。顺水？那就把我的荡儿推到你魏夫人怀里去了。强拧的瓜怎么能抵得过水到渠成呢？王后不如反过来想，公子荡背后若有楚、魏两国的元首，那么储君之位谁又能与他争？魏夫人请坐。谢王后。珊瑚，斟茶。是。臣妾深知这些年来多次见罪于王后，若能促成公子荡与魏国的联姻，臣妾愿意将功折罪。魏夫人的好意我领受了，只是荡儿尚未成年，婚事不必过急。那是自然。王后若是信得过臣妾，臣妾愿尽犬马之劳。荡儿是嫡子，荡儿的婚事有关社稷，最后还要由宗室和大王来定夺。有了王后的恩准，公子荡和怡儿必是佳偶天成。臣妾先告退了。佳偶天成？哼，我才不信呢！王后，那魏夫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依奴婢看，她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。她当然不是真心的。我嫁入秦宫10几年，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如今还想用我的荡儿拿住我。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们撕了她的脸？因为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如若荡儿真有楚魏两国元首，那大王也不得不顾及荡儿的联姻背景。王后真的应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？去找太医，让他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。王后想吃药了。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。是。怡儿，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已经到了咸阳，
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。夫人，那公子荡又到篱笆墙外眼巴巴地望着，样子真是可怜。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？好看不好看？怡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公子荡自然放不下你。姑母看得出你对他也有了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回去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姑母来办。停车！停车！怡儿，走。怡儿，别走！怡儿，你是秦国公子，我是魏国公主，我们本不该这样见面说话，有违礼法。你等我好吗？我会想办法，定不会负你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等你？我等你有什么用？我等得了你吗？我嬴荡并非无能之人，今日于天发誓，无论多难，非你不娶。你若有心，就去求你父王向魏国提亲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6礼一样不可少。怡儿放心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怡儿信我便是。走。王后，甘大夫，请坐。谢王后。知道王后身体欠安，但此事重大，不得不上门搅扰。是与荡儿的婚事有关。的确与公子有关，却与婚事无关。甘大夫，请说。王后可知，近几日大王多次召集朝中大臣进宫，询问公子华的情形，其中还有他封地上的地方官员。公子华已被大王分封在外，太子该是与他无缘了。就算大王看重他，又能如何？诸国当中也曾有分封在外的公子，被重新立为太子的先例。王后不可掉以轻心。大王的心思不会变得如此之快吧？不是大王心思变得快，而是有人在中间图谋。一定是那个魏夫人，还说什么秦魏联姻、佳偶天成，背后却……王后，还是再往近处想想吧。近处？难道是芈月？不应当啊！芈月要争，应该为公子继争，怎会推别人上位？再说那芈月与魏夫人也是不共戴天。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，既可以让大王相信他毫无野心，不必对他进行提防，而且还可以收服魏夫人母子做他的刀枪。待公子华与公子荡相斗下来，两败俱伤，那得利的人一定是他和公子季了。
快，扶我去找荡儿。王后，您还病着。事不宜迟，我要让荡儿去宣誓殿找大王，求大王允准他们的婚事。父王，公子，大王正在批阅父王奏章。父王啊，大王，知道了，母亲，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儿臣请求与魏国联姻。理由呢？大秦与列国联姻，赵国和秦国同宗同姓而不婚，还有楚国和燕国，他们已经与秦国联姻，齐国总与秦国为敌，韩国又过于弱小，而自函谷关之战后，魏王痛悔，驱逐了公孙衍，并派使臣频频向大秦示好。儿臣以为，当今之事能与儿臣联姻的，唯有魏国。若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？收服巴蜀之前，蜀国频频与秦国作对，他背后就是楚国在捣鬼。还有呢？魏齐两国从不和睦，若是能与魏国联姻，秦魏两国便可联手讨伐齐国。寡人苦心教你这么多年，都没有把你教得思量深远。不成想，一个魏国女子就能够让你长大了。父王允准了。父王，父王！大王身子不济，该多歇歇。心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。若是公子荡的婚事，那该是喜事。寡人原本并不想让他这样早便娶亲。食色性也。王后与魏夫人历来不和睦，当儿却硬要娶个魏国公主回来。大王的意思是，公子荡想娶魏国公主，王后不中意。王后也主动向寡人请求赐婚。哦，你也觉得奇怪？王后爱子心切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说，寡人是否该成全他们？大王是说，成全这对小儿女的情分，还是成全两国联姻结盟？这两者皆是。若于公于私都好，芈月无话。可寡人看到你眉头皱得很紧。月儿想问的是，一旦公子荡大婚，这太子之位，大王就真的有益于公子荡了。寡人并非没有思量过华儿，也私下做了些打听，没想到新近得到消息，华儿到了封地后，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，那些人个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，对没立公子华为太子大抱不平，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置可否。相比之下，荡儿就算有缺憾，但也是旁枝末节。而且荡儿马上就要娶亲，身居楚魏两国的背景，再加之楚离子等朝廷重臣的帮衬，这太子只怕不得不离。月儿明白。你明明心里还有话，不要让寡人猜了。事到如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大王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
大王，迎夫人到了。大王，张姐来了。张姐，坐。寡人近日身子不济，只好派人接张姐进宫。大王已经允准公子荡与魏国公主结亲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既然公子荡这门婚事已经定了，这太子的位分恐怕也不能久拖不决。荡儿实在是，所以不得不请张姐前来商议。不知大王的意思是？荡儿虽然努力，但生就性情莽撞，有血气之勇，无变通之谋。太强必折，太张必缺。作为王者，要宽严有度，刚柔并济。公子荡是璞玉，欠缺磨练和挫折。只要大王肯给机会，让他多多历练，不怕璞玉不成宝玉。大王，你看公子季如何？年龄尚幼，加之芈八子不情不愿，寡人不想勉强。臣弟有句话不得不说，这立储之事在朝堂上已经议论多时，宫中总不太平也与此事有关。大王该是听说前2日摘秋桃，2个内侍打了起来，争一个秋桃都这样，争储君之位还不人人搏命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呐！王兄，都这么久了，大王这咳疾不仅未愈，反而越来越重了。如今这太医院里庸医多于良医，是寡人自己身子不争气，怪不得他们。大王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身子，这也是为了大秦的社稷江山。是啊。母坚在。笔墨伺候，你旨吧。是。王后，大王下诏了，立公子荡为太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王下诏，立公子荡为太子。苍天有眼，大王终于立我儿为太子了！太好了，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都起来吧。珍珠，凡是咱们店里的，个个都打赏。谢王后。还有，立太子是宫中大喜事，吩咐下去，各宫嫔妃每人赏绢10匹，3差2对。我要让他们都添点喜庆。王后送我的首饰太过贵重，我承受不起。妹妹不必客气。我听说大王下诏立太子，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。公子荡的婚事定了，同时又立他为太子，真是喜事连连。芈月
真心为王后和公子荡欢喜。大王事事将荡儿想在前头，对妹妹和继儿未免不够公平。公子荡是嫡子，又是继儿的兄长，大王怎么做都是对的。那就好，听妹妹这句话，我心就定了。王后定心，芈月也就定心了。今后王后和芈月相处的日子还长着，继儿年幼，望王后对继儿能够宽宏大量。妹妹一贯对姐姐宽宏大量，说这话真就见外了。大王糊涂啊！就算他要为公子荡订婚，也不该如此仓促地立为太子啊！那公子荡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实在是不郎不友。大王一旦后悔，就会明白，立太子易，废太子难了。我知道，一直怂恿大王立公子荡为太子的有楚离子和甘茂。那芈八子见识非凡，又是大王的身边人，为何不反对？芈月不愿出头，除了自保，也是厌恶了后宫之争，天性使然。唉，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啊！当初如何？当初芈月曾求大王分封公子季去巴蜀，我认为公子季是大秦的希冀，挡了他的道。我也原以为芈月会为公子季争一争。争？不光靠手段，还得敢害人。芈月冰雪聪明，却不肯害人。这大争之事，不争之人必有性命之忧。哼，总有一日，他吃多了苦头就懂得，有些人不是你让着他，他就能领情的。那甘茂刚被升任为右相，这一下，朝廷当中王后旗下的人风头是越来越近了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
夫君的玉佩，仪儿将永身相随。仪儿与我心心相印，此情永昭，日月可见。让开！不要开！让开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你们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远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缠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穷。司马将军说得好，此番伐蜀与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已经占有巴郡和汉中，可以对蜀中形成倒逼之势。莫不如趁陈庄刚刚篡位，立足未稳，迎头猛击，收复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。没事，长子继续说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仅是因为巴蜀情形复杂，还因为镇守巴蜀的公子焕无人辅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够选拔出周围有人辅佐的公子前去，定会再无后患。臣以为张子所言甚是。唐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啊！是啊，不要过度悲伤，要保重身子。唐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当心哭坏了身子。是啊，前一阵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？姐姐要保重。听说那陈庄原是蜀地旧族，因为贪图小利，背叛了原来的蜀王，投向秦军。大王为大局着想和稳定人心，认他为相。公子焕年轻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轻信陈庄唆摆，不但适时教育陈庄，还与司马错将军发生了争执，又向大王上书诬告，气得司马错将军带着魏冉回京自证清白。这下正好让陈庄抓住了机会，得以谋反。当日我还为唐夫人高兴，在几个公子当中，蜀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祸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当日大王没有分封通儿，要不然谁知这样的祸事会不会落到我头上？真是可怜唐夫人了。是啊，这么说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啊？
此事的确两难。往后，微臣还听到一些传言，说大王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吗？这些年来，大王过于操劳，内里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后该早做准备啊。芈八子芈月为公子嬴稷之母，辅佐秦王嬴驷10有余年，节制谨度，莽而不义。封公子嬴稷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随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啊！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，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在身边，但也不得不为你做些打算。今日，寡人心里纠结得很，总想到万一没有寡人的庇护，如何才可以让你们安土无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说这样的话？告诉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这是何意？寡人亏欠你和继儿，这次就是要让你放心。人老了，手慢了，继儿的这件新衣总算是赶做出来了，上巳节可以穿了。姑姑也真是的，我们说替姑姑做，可是她就是不肯。姑姑还能给继儿做多少？你们将来有的是机会。哎呀，忙着做新衣，那荠菜花还没来得及去采摘呢。香儿、慧儿，一会儿带些人去，多采些回来。八子说晚了，这2日我和香儿已经采回来不少了，打算让人放在枕头和褥子下面，保证让八子和公子季睡得香甜。3月3上巳节，王后这次兴致特别好，亲自操办过节。今年祭祀高梅，临水服卵，一定比往年热闹。去年宫里服卵，我眼见宫里往池塘里放了不少煮熟的鸡蛋，可我却一个也没有拾到。大王，坐。
战报看到了吗？司马错带兵伐蜀，进展顺利。臣弟也是刚刚得知。明日是上巳节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怎么，王兄也准备下河洗澡？那下河洗澡的事情就留给宫里的公子们去做吧。不过寡人还记得儿时上巳节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寡人和你们一起去清河沐浴，辟邪驱瘟，没想到一下河，新衣就被河水冲走了。结果你站在河岸边，哇哇的哭。此后，父王就命人在宫中修建专为公子公主们驱灾辟邪沐浴之地，免得有人再光着身子回宫了。王兄，既然收复蜀国有望，那新任蜀侯应尽早定下。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宫中未分封的公子中，公子通年纪较大，他为人宽厚老实，做事稳妥，可作为候选者之一。公子通性情内敛，其母反常时胆小怕事，缺乏主张。那大王心中一定是有人了。你曾经向我推荐过他，忘了吗？这边的，母亲出门是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是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季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公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你看，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别追了，公子，担心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莹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要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的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恶人，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，秦国未来的大王？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人在做，剑在战，多行不义推子壁。应当，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呸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，太过分了。啊，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想回去了。通哥哥，公子，咱们回去吧，啊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继续强忍下去？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
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通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如厕去，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？求王后，给我的通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通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这通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通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迎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通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他……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他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，夫人，通儿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醒，夫人，好了，琪儿，别哭了，再哭该哭坏身子了。通哥哥，只可惜了公子通，那孩子与继儿的情分最深。公子通没了，
也怪我一时想错。若能及时赶过去劝解开导，或许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小的没有保护好2位公子，请夫人责罚。是公子通心窄，但滴水成河。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，觉得实在憋屈，也不会将死做出路的。不管什么委屈，总有天理。这么一去，倒是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了，姬儿，姬儿乖，别哭了啊！太子去承明殿谢罪了。是。你们几个平日里是怎么伺候太子的？竟让他惹出这样的麻烦！小的该死。不过，那公子通寻死，的确是因为他鼠肚鸡肠。皇后，那个公子通死了，大王会怪罪太子吗？秦人崇尚勇武，鄙视懦弱。大秦公子命当死于沙场，那公子通自寻短见，既是丢人现眼，更是忤逆不孝。大王就算是气恼太子，也不会过分重责他。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。这下，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欠，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，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前嫌。不管有什么前嫌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，都要有担待。世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峰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。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峰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杀人峰并非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
谁要杀人，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蜂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骥。有人要用杀人蜂杀公子骥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蜂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骥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，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王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母亲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办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骥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剑指向你，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狱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池、公子健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啊，哎。王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
小的让永香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失势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，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，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她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为分头尽力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